续来关心这个苦毒这个囡仔案件，到底第一时间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检警发现讲，其实这个查甫囡仔第一时间，互人送去病院时，社工甲姨母拢伫现场，佮骗讲因外妈是最后伫甲告的人，讲联络袂到人，一直到后来要验尸的时，新闻人员要求家属爱到现场，最后才找到这个外妈等等。这个案件引起公愤，连这个姨母因翁伫淡水经营海钓船，拢受到风台尾，互人费真济槟榔汁。啊，即嘛这个囡仔的外妈有上新的动作，透过律师表示讲，司法的行医公道。船头甲板顶悬拢是槟榔汁，这是涉嫌虐待囡仔的老成年母因翁的海钓船，停伫咧新北淡水的渔人码头，身份互人发现了后，互证人摕伊的船来出开。寻自己的船的时候，发现有被涂槟榔汁啊，这一定是恶意的。老成年母的翁婿讲，家己是海陆士官长，经营海钓船，嘛有人伫咧招魂。迄天伫年母因兜看到有真侪鱼钓啊，含海军陆战队的帽啊，因比对囡仔红白的情形，心内气胃寒，唔敢相信一个老师出身的年母会安尼做。检方嘛无排除会约谈年母因翁。外界传闻家属没有出面，实属误会。案件发生至今，家属都在悲伤当中，也都在最后事。囡仔的阿嬷透过律师发表声明，感谢各界人士的关心，嘛相信司法会互因一个公道。检警调查第一时间，囡仔到病院的时，单身社工讲，囡仔主要是阿嬷咧顾，年母嘛伫咧边仔讲，是因为食冷的关系，才会读甲袂喘气。不过有人控诉讲，上岸的时两个人讲有讲有笑，佮讲是找袂到阿嬷，才会来协助，一直到承办要求家属到场，才找到阿嬷。骗医院说他是因为阿嬷照顾不佳，又联络不到阿嬷，所以才他们来处理。造假的访视记录吗？对，他有，因为我们有看过这个访视记录，甚至我们有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比对，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啊！因为他跟保姆有某一层关系，所以他在包庇这个保姆，这是我们的怀疑的。这个事件继续咧烧，单身社工的老母嘛铺文讲会烧天查某囝，佮讲这个责任无应该是查某囝一个人来承担。当时社群平台顶悬有单身社工捌辅导过个案讲，较早因为社工阿姨管真济，互家己改变，无愿意相信会做出这件代志。虐待囡仔的事件继续引发着社会关注，真相嘛会继续查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